好，各位同學早晨，我係李漢龍老師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守時。守時係美德，我諗好多同學都聽過啦。有冇聽過遲到者不仁呢？其實遲到係人與人之間呢一種嘅慢性謀殺，因為你喺度浪費緊別人嘅光陰。好，我同大家呢想呢睇一睇呢兩則嘅報導，去反思下呢其實守時係咁重要。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啦。咁有一個嘅乘客呢，因為紅雨呢，佢就遲到，咁呢就俾航空公司呢就被拒絕登機。咁然後呢，佢就覺得呢航空公司呢個做法呢好不近人情。咁所以呢，佢就將呢件事呢就擺上去網上面呢就公審。咁大家試諗下啦，其實呢，如果航空公司俾佢上機嘅話呢，佢其實影響嘅會係轉機嘅乘客啦，佢哋會遲咗轉機啦。一啲飛機嘅升降呢，可以重新規劃，甚至機長呢可能會缺少休息。其實呢，佢係影響咗人哋嘅。咁如果航空公司真係俾佢上機嘅話呢，我先覺得呢種嘅做法呢係不近人情。咁所以當然啦，最後佢係俾網民圍插，點解你唔早啲出門？然後我想睇一睇呢一則籃球嘅新聞。嗱 NBA 呢一位呢好出名嘅神射手啊 Mike Miller， 佢呢就分享佢呢曾經呢就被球隊呢要求呢為一個新秀呢想幫佢訓練，但係個新秀呢，佢3次過嚟訓練呢都遲到，最後好嬲咁樣同教練團講話：喂，我唔教呢個嘅新秀啦，因為佢已經被籃球淘汰，佢唔適合打籃球。佢唔適合作籃球員。點解？因為籃球係一個團體嘅運動，籃球嘅球隊係唔應該俾一個咧不定時炸彈喺度嘅，所以覺得呢個球員寧缺勿濫。睇完呢兩則報道之後，我哋想翻去睇翻呢個社會。其實呢個社會點樣睇遲到呢樣嘢呢？其實好多僱主咧都覺得咧返工準時咧其實係員工嘅基本要求，甚至一啲公司咧會對咧遲到嘅員工咧會減薪，甚至咧炒魷。我諗即將咧要踏入社會嘅你哋咧，應該會睇到其實守時係幾咁重要。跟住我想睇返咁我哋學校。有人講過咧，學校咧其實係社會嘅縮影。咁但係我覺得咧，學校係社會嘅搖籃咧更加準確。點解？因為學校其實係預備你哋咧去即將咧適應呢個社會。所以學校係俾你可以錯、面對錯、擁抱錯、改正錯嘅地方。返工有返工嘅時間，返學當然有返學嘅時間。我哋早上8時15分之前就應該返到嚟學校。而今日在座各位都喺度禮堂嗰度8時15分之前入到嚟，證明大家都準時。我想大家用熱烈嘅掌聲讚賞下自己同埋身邊準時嘅同學先。但人生呢，就充滿着意外。意外呢，即係意料之外。當大家遇到啲交通事故嘅話，會唔會好似呢位印度嘅學生咁樣用滑翔機返學呢？我諗都唔需要，因為我哋學校對於一啲因為事故而遲咗返嚟嘅同學呢，我哋係會有恩恤處理嘅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出門之前真係唔舒服啦，盡早通知家長，因為家長都擔心你㗎嘛。然後家長呢，就盡快咧通知學校。咁如果遇到一啲類似混 lift 啊或者撞車嘅話呢，影低相返嚟嘅時候呢，交俾我同我報告，俾我知道啊，原來你發生咗意外，等我關心下你，睇下你有冇事。咁仲有好似琴日咁樣呢，呢則新聞我真係琴日嗰度就 cap 出嚟嘅。係啦，咁其實有啲同學呢，就喺藍田嗰度呢，其實因為重大嘅事故呢，咁所以呢就塞車咁樣。咁見到呢，有啲師兄其實都做得好好啊，都 cap 到啲新聞呢俾我睇到咁樣。咁其實呢，你 cap 出嚟呢，同我報告返，咁呢，我就會恩恤處理。但係記住，第二日呢，必須要交返家長信俾我先會豁免呢個嘅遲到記錄。去到呢度應該各位同學都知道我哋學校嘅政策㗎啦。
咁所以唔好再有一啲同學因為今日多幾個人等小巴，我上唔到嗰架小巴，或者今日突然之間車流多咗，我塞車塞咗幾分鐘嚟向我求情。因為你哋將來嘅上司都唔會接受呢個作為遲到嘅理由。所以如果我今日豁免咗你嘅，我今日對你嘅仁慈就係他朝社會對你嘅殘忍。OK？ 咁所以我希望你哋好學習到，其實呢個樂嘅遲到記錄係俾你明白到你要擁抱錯同埋改正錯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關公嘅對於守時嘅榜樣。放借令到大家準時有熱辣辣嘅飯盒，捐借令到大家每日上堂都準時有工作紙，而慶叔準時上崗，大家出入平安。我諗呢個只係冰山一角，我哋關公仍然有好多好準時為學校服務嘅工友。我諗好多你哋都講唔出佢哋嘅名，但係我希望你見到佢哋嘅時候，可以禮貌同佢哋講一聲多謝。最後當然我哋要提到嘅，我哋關公嘅表述，每日風雨不改喺門口迎接大家嘅校長，同埋各位勞苦功高嘅副校同一眾嘅老師，佢哋每日都準時為大家係點名，為去到大家課室嗰度上堂。我希望大家用再熱烈嘅掌聲，可以感謝呢一班準時嘅校長、副校同埋老師。最後，我有一句説話想贈大家：凡事提早，不要剛好。分享完畢。